做伙唱歌来敬拜咱的神。好，站起来。站起来。站起来。因为他站起来，你就要走，我心爱的天啊。 认识你，我们能够再来到你的跟前来敬拜你。今天是庆祝复活节，盼望能够在这个早晨，我们再次来遇见耶稣，让主耶稣来触摸你，我们能够跟我们的神宣告说：主啊，你是我唯一的主。我们再次来唱这首诗歌，靠在得了主。
神。